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互祥教会空中礼拜堂，我们在线上一起来同心敬拜神。我相信上帝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你在家里，或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当你打开这个网络线上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你我之间。感谢主！这个时间到了，我们预备心，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先做一个默祷，预备心，求圣灵跟我们同在，跟我们一起同心敬拜神。各位弟兄姐妹，诗篇116篇12到14节这样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示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面前，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耶和华的名。我们要跟着许传道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上帝。大家平安！在今天早晨，愿圣灵帮助我们的灵魂在他的面前苏醒，能知道我们行走坐卧的源头在哪里。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生命的主，愿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把我们的生命归向你，并且用生命的声音来向你歌唱的时候，主啊，你不向我们吝啬，你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要如何引导我们眼前的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际遇。谢谢主，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千万个理由》。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再次歌颂我们的主，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就是要再来歌颂我神。无论将要面对是顺境或是逆境，当夜晚来临，仍要歌颂你，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主有丰盛的慈爱，丰盛慈爱，且不轻易发怒。你明知高，你的心宽容，因你的美善不住地歌颂你。千万个理由，我要敬拜你，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颂赞主我的灵。
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在今天早晨向我们的主开口来祷告，恳求圣灵指教我们如何赞美，如何在我们生命的各样际遇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谢谢你，在各样的时候中，更多的看到你是如何保护我们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在面前的时候，就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开始。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来颂赞我们的主，因他有千万个理由使我们站立。主，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那日来临，我的力量消失，生命已到尽头的时候来到，我心坚定无止境歌颂你，千万年一直到永永远远，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我们遵从，我遵从你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在这个时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的有信心来到你面前，但是主，你时常用恩典帮助我们更渴慕的来向你寻求，来恳求你的引导。当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你不论在这样的境遇中，都能够赐给我们力量、盼望，让我们在各样的状况下都能够有平安还有喜乐的心。愿今天你借着我们的敬拜还有礼拜，在帮助我们的生命从软弱变为刚强，因为有你的扶持，你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软弱的我变刚强。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了生机。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了生机。和散那，和散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和散那，和散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和散那，和散那，钉十字架的羔
再次洗净我的罪，现在主你的慈爱向着我摇流着。和散那，和散那，钉十字架的羔羊。和散那，和散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和散那，和散那，钉十字架的羔羊。和散那，和散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在极深的江河中，主扶持我站起来，高唱得救的乐歌，耶稣赐给我自由。在极深的江河中，主扶持我站起来，高唱得救的乐歌，耶稣赐给我自由。我们用生命来说，和散那，和散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和散那，和散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和散那，和散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和散那，和散那，耶稣他已复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掌管人类生命、宇宙万物上主、至圣的上帝，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因为宇宙万物以及人类都是从你而造的，又因为你是永活全能、恩典无限、大慈悲的天父，是差独生圣子来到世上，受苦、牺牲，拯救我们。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敬拜尊崇你，向你献上我们对你的爱、敬畏、感恩与赞美你所做的一切，包括你在世上及在我们生命所做的。愿你帮助我们每天心里充满赞美与感恩，实现你对我们呼召的目的及荣耀你。帮助我们在应许中相信你是慈爱、良善、极大有能力。帮助我们相信你正在运行应允我们的所求，赐我们信心，相信我们尚未看见的事与你所是一切的应允。我们赞美感谢你，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求你将我们生命中任何罪恶迎着圣灵能力显明出来，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也帮助我们常存悔改的心，离开罪及诱惑，回转归向你。我们的主耶稣，求你教导我们当怎样祷告，为人祷告，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时候
要把握时间，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家庭、亲人、工作、健康、人际关系、信仰、服事代祷。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祷告，成为不破口的人，用爱实践真理，带来你的赐福。主啊，我们若有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慈悲的主上帝，恳求你施恩坚固富强教会，无论兄弟姐妹、长辈小孩、同工、长职牧者，大家心志相同，充满火热的心，能向着你对我们显明的意象，在富强教会兴起你的盛会。愿主赐我们勇如军队，殷勤为主做工，尽忠尽职荣耀你。也求主上帝保守大家有基督耶稣爱的扶持，得圣灵的照顾，我们平静安稳。求主医治的恩典临到病痛、心灵艰难、忧伤、被重担，在生活中面对困境、挑战的兄姐身上。感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台湾的疫情逐渐减少，恳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能尽快恢复实体的敬拜与聚会，也眷顾台湾百姓早日恢复昔日的正常生活。恳求主圣灵引导你拣选受恩的百姓们，无论东西南北，万民都蒙受恩惠，使我们同心合意敬拜你，永远与主连结。恳求今天的礼拜，愿主你的灵充满降临，进入我们的心，感动每个人，领受你话语的教导。我们谦卑祈求感谢，我们也同心学习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子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第一段记在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到16节。第二段是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卫继续在西弗一带的荒野躲藏，扫罗一直在寻索他，但上帝不把大卫交给他。大卫明明知道扫罗决意要杀害他。大卫在靠近西弗荒野的哈列的时候，约拿单去见他，鼓励他要依靠上帝的保护。好，第二段彼得前书 ，OK， 来。可是拥有这属灵宝物的我们，不过是像普通的瓦器，为的要证明这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尝绝望。有许多的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我们必守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透过这两段的经文，不管是撒母耳记或是哥林多
好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话语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接着，圣歌队用影音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赞美。赞美后，我们请牧师来分享，来讲道。在天上的父，感谢发自我内心深处，你保守领我走过寂寞和无助，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明了我一切的苦楚，你看顾领我走过崎岖的人生路。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永远到永远完全的神，拥有权柄、荣耀、尊贵和能力，我承受你万有主宰。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发自我内心深处，你保守领我走过寂寞和无助。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明了我的苦楚，你看顾领我走过崎岖的人生路。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完全赦免我的过犯。没有别的名字像你一样，永远到永远完全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在线上同心敬拜。透过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我们要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能够有突破逆境的能力。我们在分享之前，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同心聚集，无论在线上，在每一个家庭，因为我们同心从神领受美好的祝福，以及圣经话语的教导。愿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今所面对的一个当前的逆境。这个逆境是你跟我大家都同样感受到的，当然感受的深浅不一样。那这些逆境在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层次呢？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它不是短暂的，而是延烧不停。台湾曾经有一段很好的抗疫的这个成果，但是一不小心还是疫情再度爆发，而且更加严峻。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一年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多少受影响。也许忧虑增加了，也许对前景不明，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或是我们担心我们的亲人病痛。那更直接影响的就是台湾的产业都大洗牌了，有些大公司，有些大饭店，有些很出名的餐饮店，他们只好宣布关门。有些人他的工作因为跟接触人群有关，他们也必须要减少他们的工作，或是我们做这一个餐饮业的，很多都必须要减低人力。那这些都大大小小影响到我们。之前呢，牧师有读到一篇潘刘玉霞牧师的文章他就是潘荣龙牧师，以前在我们基甸牧区演讲过的他的太太他在新竹主持一个教会。他在提到说，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呢，可真是疫情、经济、干旱这些天灾人祸接踵对台湾直扑而来，好像不是单一的，而是重复的，一直在干扰着我们。所以有媒体形容我们这一群在疫情世代成长的孩子呢，他会遇到一种比较多的一种思虑上的一个挑战。所以因为多灾多难，在恐惧和不确定中来长大的，可能会遇到一些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那能不能突破，往好的发展或往负面的发展，要看他怎么样去面对。所以我们说台湾的新冠世代，我们把它称作新冠世代，它的成长关键字是什么呢？比如说低薪、经济停滞、天灾人祸。所以呢，这些专家学者在研究这一群在成长中的孩子呢，社会的不稳定会累积他们的挫败、创伤，加剧他的脆弱感。换句话说，如果它的影响是负面的，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好像一种创伤的症候群不过牧师也看到另外一篇文章，他在分析从去年到现在，这一群在新冠疫情当中成长或是即将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样提早准备、超前部署，面对这样的挑战，也有新的一个变化。这篇文章把它称作这一群今年刚刚在6月份从学校毕业的，没有实体毕业典礼的这一群新冠毕业生，他们可真是近几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一群新冠世代。因为从年纪来算他们刚好在
1999年的921来出生，大地震出生，但是又今年毕业于新冠疫情的青年，所以呢，这一群苦难的世代成长的年轻人，他们普遍面对了这些挑战。换句话说，不是单独个人的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回想到这20几年当中，我们从921大地震，再来就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双子星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毁，那种震撼呢，好像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那个在影响每一个人的心。再来就是 SARS 来了，然后到08年、09年又碰到了全世界的大的这个经济的灾难，然后我们台湾又遇到了88水灾。可以说前面这10年当中，我们都面临的一些非常无可预期的这个灾难的挑战。然后进到10年代、20年代，我们很多人遇到整个经济的停滞。有人把它统计说，这20年来，整个薪资都没有调整，甚至还退缩的。所以，当这一群新冠毕业生他们刚毕业，他们就先碰到这些厂商，因为没有工作、没有生意，所以根本就不招新人了。有的要到国外去打拼的，国外也不可能让你这个从台湾来的青年出去。所以他们等于是职缺就增发了，他们要到国外升学也受阻了。看来好像什么样的不好的都在他们身上。不过这篇文章他这样讲说，没错，毕竟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老早就学会应变了。所以他找出好几位怎么样应变突破的一个故事，在激励我们。所以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往负面的发展。他说，这一群在所谓的疫情跟灾难成长的孩子呢，比较成熟，他们能够成为最有爆发力的一代。我们真的期待我们这群新的年轻人不再是草莓族了，这个 Z 世代，他们就是很灵活、很应变。我找不到跟我学习的一样的工作，但是我不退缩，我就从别的工作开始，先占了一个位置。那这个是现代新的年轻人他们一种灵活变化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灾难，在专家的眼光来讲，这个世代我们可能还会继续面对更多的瘟疫来攻击。大自然的灾害，甚至所谓的气候的难民，那这些等于是不是个人可以逃避的，而是全民都要面对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借着这个疫情给我们的冲击，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心了？我们有智慧来面对，而且还要培养那个突破逆境的能力跟勇气。那基督徒呢，并不是其他方面比人强，而是在我们的信仰跟心灵里面，看见主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什么样的激励，让我们更有能力、更有信心来面对这样的挑战跟逆境。今天我们读的第二经文是引用大卫，他面对死亡的威胁。那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一短，只是一个简单的引介而已。那我们都知道，大卫他战胜了巨人歌利亚，看来是一个少年英雄。那没想到一出头就被当时的国王扫罗看得嫉妒，所以就面对一路的追杀。因为扫罗嫉妒大卫的能力，因为他本身有疾病，所以对大卫不是一种爱财、惜财、栽培的角度，而是要把他除去，因为他对他的王位太大的威胁了。那大卫也因为尊敬扫罗他是被上帝所膏立的，就到处去逃避躲避。
他不用自己的血气或自己的武力来回击扫罗，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所以一方面他被攻击，一方面他又不用自己的能力去反抗，所以就带来一串的一个死亡的威胁，到处去逃跑。那今天读了撒母耳记上23、14节、16节，他是讲到说，大卫一直在旷野流浪，到处去躲避，因为扫罗一直在追寻他。不过有一个感恩的事是，上帝不把大卫交给扫罗。换句话说，暗中上帝已经为大卫保存了一个没有遇到立即危险的角度。但是大卫他当然面对的挑战是直接的，所以大卫明明知道扫罗要杀害他，但是他还在附近的旷野一直漂流，甚至躲藏甚至让扫罗能够找不到这样子。16节有提到说，约拿单就是扫罗的这个儿子呢，去见他，他鼓励他要依靠上帝的保护。一方面有遇到挑战跟危险，但是一方面又遇到好朋友，在那一种最危急的时候，鼓励他说：“你不能退缩，你要勇敢，因为有上帝要保护你。”那牧师也看到这些经文当中，表达了大卫面对苦难的心境了哈。大卫面对苦难的心境，诗篇64篇1到5节有描述说，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他说：“上帝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第2节，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第3节，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保罗把他的那一种遇到惊恐、生命危害的一种情况，用诗表达了出来。但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约拿单去鼓励他说：“你要依靠上帝。”所以诗篇有很多激励人的诗篇，都是保罗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他怎么描述他跟神的关系。那这个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就刚刚在这个64篇描述他遇到灾难的心情的时候，最后一节64篇的第10节说：“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保罗一直用义人的角度去面对要追杀他的扫罗王，他到处躲藏不愿意伤害扫罗。他认为，因为上帝会在这件事情做主，而不是靠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所以他就用义人必得上帝保护这样的角度，一直追随，一直跟随。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那个是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刻不是一种游戏或是一种语言的讨论而已，而是真正面对这样威胁的时候，他勇敢的依靠神。31篇的第4节，他找到这种力量的源头是说：“求上帝救我脱离人为我设的网罗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他因为靠神，他有得到这样的信心跟能力。诗篇119篇的110节说：“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教训。”有陷阱，有危险，有网罗，但是我仍然不偏离你的训词。换句话说，他不用其他歪曲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依靠神的带领。141篇9节说：“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这个是同样这段经文。感谢主，我们遇到神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去
突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从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见他们一种超强的复原力。我们刚刚读到的文章哈，有这样提到说，在描述以色列他们怎么能够面对一次一次遇到的境遇挑战，就好像大卫当时所遇到的挑战一样。以色列常常处在生死存亡的灭种处境。出埃及记记载了法老王在追杀他们，甚至在红海的时候派的追兵，他们随时有被完全灭族的可能跟危险，但是因为借着他们的信心逃了出来。在以斯帖记记载了哈曼图谋除灭犹太民族，并有多次大流散的经历。这大流散的经历是他们被掳，他们被抓，甚至亡国，民族四散了。到底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一群已经失去国家的民族仍然能够凝聚呢？是他们的信仰，这是他们对上帝的忠心依靠。所以呢，一直到近代的纳粹大屠杀，二次大战的时候，有600万的犹太人因为这样来丧命。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其中的一项都是我们认为已经是天大不得了的事情了。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民族，因为遇到一次的种族灭绝，或是一次的大灾难，可能就消失掉了。不过，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族，他们因为长期遇到这样的境遇，所以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一种很强的复原力，那种恢复的力量。以色列呢，他们在近代二次大战之后建国，到现在已经70年了。那他们在各领域的发展，更让人家觉得哇，这是国际公认的杰出，很惊艳哈。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国土还没台湾大，以色列很多地方都是沙漠，要说有缺水就没水，要说有绿洲也没绿洲，要说他们的资源什么矿产都缺乏，但是这个国家竟然能够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当中，他们所做的竟然每一样都超越一般有丰富资源的国家，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创造力跟生命的爆发力。这个国家呢，他们的奇妙是说，我们都没有这些资源，但是他们最大的资源是他们的百姓的头脑，他们要训练出他们的创造力，从无到有，怎么样去突破啊？这是以色列人让人家惊艳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称呼他以色列，他们的关键就是他们的复原力 （resilience）。通常我们在遇到这些大灾难或困境的时候，有些人就被淘汰掉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疫情的攻击当中，有些人他受不了这个病毒的侵扰，失去了生命。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他的病痛就显现出来。其实这个在大自然的原理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有人能够撑得过来，有些人就在这边消失掉了。就像非洲的野生动物也这样子，如果不够坚强、不够力量，它就随时会被消灭。那同样具备一种能力，就是你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你够坚强，有大的复原力。我们个别的生命也如此，在经历巨变、伤害、撞击等，那你的恢复力怎么样？你的韧性够不够？那这个是基督徒在这一个面对疫情的时候所学习的功课哈。我也观察到呢，日本也是一个非常有复原力的国家。日本我们在10多年前，因为看见他们3.11大地震，
看起来是那种滔天巨浪哈，或是那个大的震动，是很少见过的。看起来我们在电视荧幕一看都觉得哇，触目惊心呢。不过让我们更惊讶的是，这个3.1大地震之后呢，他们的整个复建的能力让我们更加的惊讶。看到一条马路已经断成2截了，但是没多久他又把它铺成一条非常漂亮的公路。他们的堤防缺口了，他们就马上把它补起来。他们的房子都倒塌了，一大堆人就马上出来把它整理好，把它恢复原状。那种恢复力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民族真的有它厉害的地方，因为他们一直是住在这一个很多天然灾害的一个国家，一个海岛。所以也因为当时我们台湾的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们，所以为他们捐献资助他们，让他们到今天还一直在感谢我们。那这个也是真的是日本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地方。这个日本我们印象深刻是他很注重清洁，无论在都市或是在乡下，可以说整理得干干净净，这是他们的民族性哈。他们在任何情况都是保持干净。牧师有看到一个报道，一个文章说，日本人呢，他们即使在遇到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他们也是要保持干干净净。有2个小故事，一个是当时日本战败，在2次大战的时候，很多日本住在台湾的他们的国民都要被遣送回日本。他们住的房间，他们的房子呢，一间一间都要交出来。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失败了，大概要离开，会把整个房子弄得乱七八糟，因为要急着离开嘛。但是竟然很多去接收的我们台湾的百姓看到说，哇，他把那个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一个杂乱，因为他们认为即使失败，要失败的非常的有尊严。上一次举行世界杯的足球赛的时候，日本跟另外一个国家好像是以比利时比赛，在日本比赛，哇，到最后好可惜啊，日本打败了，失败了。但是失败归失败，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尽心的把所有球场的那些杂乱的那些垃圾一个一个把它捡清楚，把它捡干净，因为他们认为失败跟它杂乱是不相干的所以甚至下个礼拜就要举行奥运会了，很多人都反对，包括他们的国民很多人都反对，但这个国家就是他勇敢要面对挑战，已经有人感染了，他们还是要办奥运会。那这个心态跟他们的一个意志力让我们不可思议的。另外一个国家也一样，就是英国。英国在上个礼拜7月11号举办了欧洲国家杯的足球冠军赛。那其实这个冠军赛不只是在英国，而是整个欧洲各国，他们各大城市都举办1个月的，哇！他们这个足球赛几乎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翻版因为很多人太狂热了。那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在疫情的时候，他们偏偏要举办那么大的群聚呢？当天有6万人一起观赏这个决赛，而且大家都不戴口罩。他们的思考模式不一样，他们认为说，疫情当然是攻击我们，感染很危险，有人死伤。他们当时在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还有一天1-2万人感染呢。他们等1天的感染量就等于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台湾的感染量，但是他们仍然勇敢的面对，所以心态跟着很不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说，你再退缩也没有退路了，他们觉得应该要跟这一些病毒共存就对了，所以他们不再拥抱清零的期待，而是奋力展现生命的斗志，然后等于他们要正面迎战。感觉上是风险很大，不过看那个报道说，这些国家都被振奋起来，人民被振奋起来，
因为他们觉得说，遇到困境不能一直退缩。那当然，这种复原力是意志力的挑战，那对他们是有正面的帮助。那这是欧洲国家杯的一个这个照片哈。那也有人对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因为他们种族很复杂，有以色列的人，也有阿拉伯人，他们信仰的宗教不一样。他们就调查说，他们对新冠疫情的窘迫和抵御力是不一样的。他这两种族群呢，一研究下去，同样环境下，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们的苦难程度会比较高，就是他们承受力不够，会觉得哇，这怎么那么苦啊？复原力和福祉水平也比较低。那同样一个生存环境，为什么这一群人会比较弱啊？这边比较强呢？是跟他们信仰有关。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一起分享这一个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宝贝，因为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哥林多后书4章的7到10节说：可是拥有这属灵宝物的我们，不过是像普通的瓦器，为的是要证明这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保罗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跟我这个属肉体之躯的，是非常脆弱的，或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瓦器。但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呢，这个普通的瓦器里面藏着一个极贵重的属灵宝物，而且这个宝物，这个是上帝所有的这个无上的能力。但是因为你接受了它，放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身体上面，因为有这样的无上的能力，保罗说，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困难很多，但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没有绝望；有许多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各位弟兄姐妹，你在人生过程当中，这些情况多多少少会遇到吧？但是保罗竟然说，在我的这个瓦器的身体里面，在我一个个人软弱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无上的能力的上帝，这个宝贝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你感受到了吗？你发觉到了吗？你去领受到了吗？保罗说，我们必朽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瓦器是必朽的身体，但是我们这个不怎么起眼的身体瓦器，却带着耶稣为我们舍命流出宝血。他的死是一种代赎，一种替换，一种拯救。然后因为有耶稣的死，我们也同样领受了耶稣的生命，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的在这个时刻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激励。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软弱，而是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现的大能力。基督徒身上像是平凡的瓦器，却拥有无上的能力的宝贝，因为这个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换句话说，你如果想到我靠我自己，那你就一个普通的能力，一个肉体的能力，血气的能力。但是你因为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祝福，那这段经文我们再做一次复习。他说，这身上的无上能力让我们怎么样？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未尝绝望；有许多仇敌，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那让我们超越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这个突破困境的能力是4章10节说，我们必朽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在遇见困境的时候得到最大最大的帮助。牧师在分享2段同样类似的经文给我们一起学习是以赛亚43章的1到3节。雅各啊，创造你的上主这样说，以色列啊，使你成形的上主这样宣布，
不要怕，我要保护你，我指名呼唤你，你属于我。这段经文跟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有很类似很类似。他说：“你临深渊，我和你在一起；你渡江河，河水不淹没你；你踏炭火，不被灼伤；你陷在火焰里，不受伤害。”跟保罗在4章8节所写的一样，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尝绝望。许多仇敌，却有朋友；被打倒，却没有伤亡。这个不同的描述，就是一句一句重复，一句一句重复。第3节，他宣告说：“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你的救主。”上帝一直在宣告说，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你的眼睛不要一直看自己的软弱，不要看自己的不足，而是仰望神，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拯救的道路。另外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章10到11节说，他曾经从死亡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们，将来仍要拯救。只要你们用祷告帮助我们，我们确信这位上帝将来还要施行拯救。因为祷告跟神连结，这个就是上帝他的应许了，他的任务了。11节说，这样有许多人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蒙恩，也必定有许多人要为我们感谢上帝。祷告就跟神的大能连结了，祷告就让我们这个瓦器，这个必朽的身体跟大能力的主连结在一起。弟兄姐妹，这样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去发掘呢？有没有去掌握呢？最后牧师勉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操练全心依靠上帝，我们就得到生命的保护，就像大卫要依靠上帝拯救一样。我们要仰望基督的宝血的遮盖，这个必朽的身体，我们这个瓦器的身体，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能战胜撒旦的计谋。我们借着圣灵的浇灌，我们就要领受属于上帝这个无上的能力。因为耶稣说，我要应许差遣圣灵，圣灵一旦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多少，我们的知识也并不比一般人增加多少，但是记得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宝贝，我们要去争取，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去努力。弟兄姐妹，期待我们在会后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家庭祭坛或是分享讨论。那我们要一起为几件事情继续来做公祷，公祷完我们再来做报告跟奉献。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一个居家防疫当中，慢慢看见曙光感染的人数在下降。我们期待早早有一天能够真正能够解封。我们要继续为台湾的疫情平安来祷告。我们为医护、警消人员他们的身心灵在面对那么大的任务的时候有神的保守。我们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能够做出美好的决策，包括疫情的防止，还有疫苗的分发、施打都很顺利。当疫苗陆续在我们的百姓每一个年岁的层级施打的时候，求你保守大家一个平安的施打，大家身心灵都平安。也为3级警戒的时候，每一个人身心灵都得主的保守，我们的生活管理也得神的保护。主啊，也为疫情在受到隔离、住院及死亡的同胞跟家属，求你亲自保护他们，安慰他们，有圣灵的扶持跟安慰。我们也为弟兄姐妹在这段隔离的时候，我们彼此有好的联系、鼓励跟关怀祷告，求神继续保守。主啊，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有的从事生意、服务业、生产、贸易等事业的弟兄姐，他们都遇到很大的影响，业务减少很多。主，求你保守他们，真的有这样子能够战胜疫情或是战胜逆境的能力，能够重新再起，能够得到神特别的保护跟力量，赐给他们
这样的力量跟智慧，就顺利能够度过难关。主再一次在你面前求你保守。我们在疫情当中，现在也是暑假的时间，我们的年轻人、小朋友他们都放假在家，主啊，求你保守他们身心灵都平安，靠主得喜乐。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长辈，大家身心灵也得神的保护跟健康。主啊，我们教会也有病痛的兄姐，无论是在医院受治疗、开刀，或是在家里静养的，也求神亲自保护他们，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有更多的喜乐跟信心，早日康复。我们有教会兄姐的家庭失去亲人的，也求你赐下安慰跟扶持，因为有主你的依靠，我们就能勇敢朝着阳光面对，有这样的信心。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做一个报告，再来做结束哈。那这些消息大概都是重复的，不过再做一次提醒。第一个是我们3级警戒要到下个礼拜直播继续这样的形式期待这几天的疫情趋缓了，希望能够真正能够达到降级。那我们至少教会里面会有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做礼拜哈。虽然有人数限制，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刚刚我们在第一堂礼拜后有主日学的课程如果大家还没有机会上的话，我们可以再补看哈，带小朋友在其他时间补看。我们有多元的奉献，也请大家一起配合。那网络的奉献怎么的规定呢？怎么样的程序，我们也看周报一起来了解。也请同工继续关怀我们教会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没有办法上网参加线上礼拜的长辈请我们一起关心来代祷。那我们也请继续这个礼拜继续来帮忙登录我们这个线上礼拜的人数，用各种管道都可以，在 FB 啦，在我们的这个小组或是大的群组，或是我们主动来跟教会这边报备。我们希望说统计一下，到底这个线上人数参加了有多少人成为以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录跟帮助哈。那我们教会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来了，那这一季已经开始了。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会路过教会的时候来办公室来拿哈。那最后牧师代表我们教会的一个真灵姐妹的家属来跟大家致谢。我们本会的真灵姐妹的告别礼拜，昨天有顺利在那个殡仪馆举行了。虽然有人数的限制，不过神的恩典怜悯跟这个家人同在。我们继续为这个家族来祷告，让他们靠主来得胜，靠主得恩典。家属特别要牧师代表他们向大家致谢，在真理姐妹这段生病的期间，大家的关心、鼓励、代祷、扶持，以及在丧礼过程当中，大家彼此的协助能够很顺利。我们继续为他们做代祷。我们把时间来交给谢牧师，来一起做奉献的祷告跟这结束。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月的金句，记载在雅歌书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最后，我们一起来唱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接着，小牧师来主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跟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我们来默祷，感恩来聚会。我们下个礼拜再一次在空中相见。感谢主，愿上帝赐福每一位。